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39章。双岩中的野山羊，伫时生囝，你知无？老母生囝的时，你捌看着无？因怀胎伫时到月，你会晓算袂？因伫时生产，你知无？因屈落去，甲囝生出来。因的囝伫山野渐渐长大臃肿，离开就无搁转来。啥人放野驴自由？啥人偷开山驴的锁？我用旷野互因做厝，用咸的地互因住。野驴啼笑城内的喧哗，嘛免搁听赶驴仔的人喝险。大山小山拢是因的草埔，因找逐款青翠的草来食。野牛减要甲你做工，减要伫你的巢内过眠。你减会当用绳绑野牛来犁田，伊减会缀你去甲山谷的地扒互平。你减通因为伊力大就靠伊，减通将你的工课拢交代伊。你减会当信任伊将你的收成带转来，收集伫五谷场。刀鸟拍饼会湿，嘛袂当亲像鹤爬起来。伊甲卵放伫土骹，互土的烧气浮。无想到骹会落着，野兽会踏着。伊无好好照顾伊的囝，敢若毋是家己生的，伊的劳苦无成果嘛无要紧，因为上帝无互伊智慧，嘛无互伊灵巧。毋过伊一个挺身走，就踢笑马甲骑马。马力减是你互伊的，伊颔棍的章减是你甲伊穿的。你减有互伊亲像草马，遐敖跳，互伊典韦砰砰吼，互人惊。伊伫山谷中出力爬图，展伊的威力，要出发应战。伊无得惊，无得忍，面对刀剑拢无回头。身躯顶的箭地锵锵叫，长枪短枪闪烁发光。伊听到喇叭的声就挡袂牢，兴奋激动，向前直冲。喇叭一个弹，伊就砰砰叫。伊对远远就闻到交战的味，听到军长的号令甲小台的喝险。麻叶铁石爬去南平，减是靠你的智慧。鹰鸟唱悬伫悬的所在作秀，减是照你的命令。伊踮伫山岩，住伫山尖安稳的所在，对遐目睭金金，想远远。四界找食物，尸体伫倒位，鹰鸟就伫遐。鹰仔囝牵我去试血，